好，今日又係參觀奧雲峰一個479尺嘅單位，一入到嚟咧有少少門關位，洗手間咧其實都係寬敞嘅。呢個479尺名廁嘅設計，其實呢個即嘅好處嚟講咧，洗手間寬敞咧就個街坊都知嘅啦。跟住再行入少少咧，一個廚房位啦。咁廚房咧其實爐具啊或者廚櫃咧係裝修過嘅。咁當然部分嘅電器啊可能已經係冇咗啦。咁可能新買家或者可能要自己添置翻。連接住16尺嘅工作平台，望翻出去咧就係啟德嗰邊嘅景觀，其實都開揚嘅光猛嘅。咁跟住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呢邊咧仲會有一個位置，原本咧係有一個櫃台嘅，呢個拆咗，令到空間咁咧更加闊。咁順帶一提，呢個單位亦都會放租嘅。其實去翻廳咧，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光猛猛嘅飯廳電視櫃、梳化，廳連接住一個22尺嘅露台啦，望翻個景觀。大家見到啦，其實呢邊咧就係向翻北啦，望翻獅子山，好開揚嘅景觀啊！呢個樓層，其實咧下邊咧就已經係地鐵站啦。而家有條橋咧接駁緊，起緊嘅，咁相信今年咧應該有機會用到嘅。其實無縫接軌咧去地鐵站唔需要過馬路係咪有上蓋嘅？望翻呢一邊咧，下邊咧其實呢一度咧其實唔會有高樓物業嘅啦，唔會有住宅嚟嘅社區用地。望翻對面咧就係啟德體育園啦，公眾場館啦，望翻啟德嗰邊嘅眾望台站周邊嘅一啲居屋，另外呢一邊嚟講咧，亦都會有2個私樓咧嚟緊會興建嘅。呢度嘅發展嚟講咧係相當成熟之餘咧，其實嚟緊咧亦會更加完善嘅，因為下邊咧有地下購物街咧直駁翻去 Airside 嗰邊嘅。跟住咧望翻個景觀咧，其實相當開揚啦。跟住咧望翻個廳啦，廳咧大家見到四四方方嘅，冇浪費到太多嘅位置。呢邊咧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同廳房同向，景觀嚟講咧視覺上都好開揚嘅，藍天白雲青翠山景，繁華都市啟德盡在眼前。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再行翻出嚟咧，呢邊咧就係一間客房啦。客房咧其實都係闊落嘅，呢度咧其實做到3尺乘6尺嘅床啦，或者3尺幾乘4尺嘅床都可以咁樣做。呢度咧係有少少雜角位嘅啫，但係呢邊如果擺衣櫃嘅咧，絕對足夠嘅。景觀嚟講咧，呢一個座數嘅單邊位，主人客房咧，其實都可以望到相當開揚嘅何文田九龍塘嗰邊一帶嘅景觀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嚟講有興趣嘅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志 Top 代理，紮根區內20載，奧雲峰樓花到而家必然係專家。多謝晒大家。